我讲到了，人家是他的梦啊。我估计包的是嘛，一种梦想可以传来底下的国的。中国讲高梦，现在呢不过谁到第一招给电视了呢，嘛不用晒，给上龙呢到第一段呢。你讲那这呢，我包的你做做了呢，不啥咱们选主啊，啥本地音乐啊。你也叫下路下站的，然后咱们的音乐武术呢，你也被梦真的写的多呢，你真的吉他神主上，真的吉他包的多了呢。